各位香港嘅朋友睇過嚟啦，華發官山水啊，國企物業啊，而家嘅話咧新家推13棟啊，呢層單位嘅話咧108平方，4房2廳2衛南北通透嘅呢個單位嚇，而家咁樣 total 嘅話咧78個就可以立低嘅啦，首付嘅話咧12個啫，月供咧講緊都係2800蚊嘅咋嚇，而家都可以睇翻全部嘅話咧都係現樓嚟噶啦，呢啲景觀亦都係非常之靚仔嘅。咁我哋樓下嘅商業街嘅話咧已經全部開晒噶啦嚇，喺樓下咧吃喝玩樂啊呢啲全部齊全噶啦嚇。講緊咧10分鐘嘅話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山鄉中山溫泉啦、泉眼溫泉啦，可以去到我哋嘅最大型嘅山鄉中心點位置啦，同埋大型商場呢邊嘅樓下嘅話咧，有直通巴咧係可以翻到香港荃灣太子各個區域嘅嚇，同埋嘅話咧30分鐘時間就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呢邊嘅。如果你對呢層單位有興趣嘅，視頻下方評論發詳細資料俾你睇翻嘅。